Manchester is red。轉眼間就嚟到 Manchester， 今夜住咗喺奧脫福隔離嘅 Hotel Football， 主題仿99喎，顧名思義就係99年3冠王嘅主題。Oh my god， 又係呢啲咁嘅頭頂式花灑，好可愛呀！全部好似着晒波衫咁。雪櫃提供嘅飲品同埋零食都係免費享用。最唔明點解啲薯片類嘅會擺雪櫃？呢張應該係當年歐聯對拜仁嘅資料。史高斯嘅簽名畫一張，打開個衣櫃有驚喜啊！躲於衣櫃裏的球衣，冇講錯啊，真係球場隔離啫。咁啊，家嗱入去 Mega Store 買嘢啦，完全係令人迷失嘅國度啊！冇花1個鐘起跳都唔使旨意離開，而且咁近酒店，基本上我嚟咗唔止一次。